人力银行公布女性就业压力调查，用1分到10分来看，已经结婚有咧上班的女性认为讲，台湾上班的环境对女性的友善程度，干那4.4分。有53%已经生囝的妈妈，拢捌因为有新生囝，拄着主管甲同事无友善对待。而且根据调查，咧上班的妈妈生活疲劳指数平均是79.5分，创下5年新高。一手无用接电话，原来爱过安大身躯边的囡仔，伊是新手妈妈美玲，因为无后患，早就决定要将囡仔送公托，想要到临时被告知名额已经满，好在在延长育婴假期间，摆到另外一间公托，可以顺利登去食头路。虽然中华同事拢很体谅，不过读册进前囡仔较有突发状况，那假是拄到无法度临时请假，也真烦恼。其实蛮担心会不会就是主管会想说啊，你怎么一直在请假？但还好，这间公司比较不会刁难。人力银行公布女性就业压力调查，已经结婚的上班族女性认为，台湾这场环境对女性友善程度是真低，以1分到10分来评分，平均只摕到4.4分，其中54.7%的女性提出5分以下计分。政治部门已经加做妈妈上班族有53%在职业生涯当中，莫因为有新生囝遭受主管或者是同事无友善的对待。在职场上感觉到最大的压力来源，可能包含像是临时请假可能会被为难，或者是呢，他担心生完小孩之后没有办法重返工作岗位，或者是同事主管的态度不太友善。有一项调查也发现，这场妈妈的生活疲劳指数平均是79.5分，创5年新高。每天工作时间差不多是10.8点钟。进一步探讨妈妈焦虑的原因，这场上是长期加薪甲无法度配合加班应酬。家庭部分上焦虑的是，下班了后有一堆的家事，诸如教育甲错过陪伴囡仔，拢让妈妈伤脑筋。因为这个工作压力跟工时过长，导致自己呢没有办法兼顾家庭跟事业，以致引发跟这个自己的子女或者是丈夫之间的这个关系疏离。杨宗斌表示，生活当中有囡仔虽然是甜蜜的负担，不过这场妈妈煞搁较烦恼工作的压力，工作时间是不是和家庭甲事业搭头轻？有人甚至也搁因为照顾厝内老大人，和生活出现真侪偷笑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